这平安，诗篇有一句咱非常的熟，耶和华是我的帮站哦。咱的帮站是对倒落来，是对耶和华来。耶和华是我的保护者，因我的帮站是对伊遐来。第122篇的第9节，也是我意思贴第今仔日会灵修的一句话，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的厝的缘故，我要诗人讲，我要替恁来求福气。感谢主，咱伫圣殿来敬拜伊，咱的心要开阔，咱的心要安静，来受困伊，来领受主的恩典，来领受主的加持，来领受主的安慰，来领受主的鼓励。主，我来求困你，主，我爱来求困你。因为主的话会咱带咱来离开迄个歹的引诱、罪的引诱。咱只会来吟这首：主，我爱来求困你；主，我爱来求困你。这首咱真熟，咱用安静的心来吟。主，我爱求困你。虽然背着十字架，求你扶持，求你扶持，我的心时常忧思。主，我爱求困你，主，我爱来求困你，咱做来吟。主，我爱求困你，来求我哩。虽然要背世界，十字架不是重担，十字架是主为咱的罪重价来付出的。十字架会让咱分别做圣，十字架嘛是光明的记号，十字架嘛是疼的记号，十字架要赶走黑暗，十字架是咱信心的宣告。咱再来吟一解：主，我爱来求困你。主，我来困我哩，虽然要背世界，求你扶持。求困你，主，我爱求困你，来困我哩。虽然要背世界，求你扶持。我心
家是信心的宣告，十字架嘛是咱得胜的宣告，十字架嘛是愿望的宣告，十字架要因带你看到老年甲密的所在。咱接着吟这首得胜的宣告，得胜的宣告，信心的看到老年甲密的所在，信心就有分条要伫你头前来引破。这个嘛是平安喜乐的宣告，这个就是应允祝福的宣告。星星看见流来与你之地，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，甩开不息之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。
一个上帝，谢谢，谢谢。大笔的诗篇，句句拢真虔诚，是用心灵来祈祷。虽然伊四面是个对敌的攻击，但是伊的心只有仰望，伊的心只有切切恳求，伊的心真谦卑，来向上帝来祈祷，来向上帝来讲，因为我的困难是真微细，但是主你是我的盾牌，我的困难。我只有仰望你，才能得到迄个上大的快乐，才会当来主动头前的这种的征战。咱做吟这首，我只有仰望你。你是我主，我的盼望，是我的一生就无个快乐。我要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拯救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在的地方。我已经渴慕，美好你欢喜，我相信当你归了天堂。你是我主，我的梦，是我的一生就我的快乐。我要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拯救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关在的地方。我已经渴慕，美好的欢喜，我相信你归了天堂。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仰望。咱时常伫生活检查有重担，但是这一种甜蜜的操练，透过操练，上帝要你信息；透过操练，上帝要有智慧；透过操练，上帝要互你做你上大的倚靠，互你的人生会改变，亲像叶萨路相共，伊佫活起来。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有快乐的，这个生命是真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有盼望的，这个生命要带你到真好留你的所在。咱佫对头我吟一摆。你是我主，我的梦，是我的一生就无个快乐。我要你切切恳求，来做我一生的
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，耶和华上帝，阮的心仰望你，阮的心是切切来靠无你，来领受你的管教，来领受你的安慰的话，来领受你的提醒，嘛领受你的警戒，成做我得胜的性命。虽然第去12届，阮感觉是重担，但是12届是操练，是智慧，分别做成，嘛是光明，是听记号，是得胜的生活，是充满信心的画面，是会阮会当离开歹代远远。阮用嘴日日来感谢，日日来学乐，阮要高举主你的圣名，来感谢，来祈祷。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从头到尾，主你亲自来固守，献上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你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你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只是咱三角的吟诗，圣诗195首，圣诗195首。我的心是土地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是咱用主祷文来坐念。愿天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荣耀，你的旨意行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迷死，就叫阮脱离这个歹的。因为福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为荣。阿门。这是咱三角来启应，启应文第9篇，诗篇24篇。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。地甲降地者的万物拢属上主。伊甲地囥伫大海的顶面，将地面下入深海。
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这款人追求上主。啥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啊？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。啥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？伊是荣耀的君王。这时赞美咱们来邀请圣歌队，今日所要献唱的诗歌是《俄勒主的圣名》。
这是我要来分享今仔日的经文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6章19、19、32节。这是我用巴克的台语版来强读。使徒行传26章第19节，阿基帕王啊，所以我无违规对天所显现的，就带先伫大马色，后来伫耶路撒冷甲犹太的全地，以及外邦，客人着反悔来归向上帝，惊代志甲反悔相合。因为安尼，犹太人伫第二了我，要杀我。若是我得到上帝的庇佑，到今仔日还伫地，对大到小做干净。所讲的，无毋是遮个先知甲摩西所讲要教的事，就是基督怎样受苦，佮怎样最头用死人佮活的事来传播，讲明互遮个百姓甲外邦。24节，保罗安尼分述。维多书大声讲，保罗，你咧讲啊！你的做学问，互你变做讲。保罗讲，非是多大人，我毋是讲，我是讲真实端正的话。因为王在遮个事，我也好胆对伊讲，是遮个事，我也深信无一项违密伫王。因为这毋是行伫偏僻的所在。27节，阿基帕王啊！你信遮个先知吗？我知你信。阿基帕对保罗讲：你想用小可苦劝，要互我成做基督徒啊？保罗讲：我求上帝，无论用小可也是大，无若互你，也互今仔日听见我讲的，拢甲我一样，独独。无遮个锁链，王甲总督甲伯利基以及同齐的人拢起来，退去三甲谈论，讲：即人所做无应该死，应该绑的事。32节，阿基帕甲非斯多讲：即人若未有对该撒告义状，就通放伊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。这时，咱们来邀请。吕佩玲牧师来证道，伊今仔要所要证道的，就是保罗成做耶稣的女仔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吼！头拄仔咱透过咱头拄仔小长老的敬拜，咱的圣歌队的儿乐，咱感受到咱大球教会的音乐的流动性是真好的吼。即届我嘛是去代表咱的家庭协谈中心，搁一届来甲咱的兄弟来问安请好，咱看到大家感觉足欢喜，因为我来这一届啊，今仔日嘛足特别的，我今仔日穿这我母会国际教会西拉雅的衫，咱的毛长老伊嘛穿伊编织的衫，阮两个都是原住民呼应安尼吼。深渊跟深渊呼应都敬拜上帝，对不对？阿们。好，所以咱知影咱的协谈中心啦吼，咱家协常常有在举办一寡协甲心灵、甲婚姻甲亲子关系、甲人际关系的协谈灵命的培养遮个课程感谢咱大家教会兄弟，咱长期以来拢有对咱的家协中心的关心、带导。甲奉献，咱的家协因特别打电话来讲，牧师你怎甲我放即个影片，讲好，所以咱来看卖即个影片，好无？咱用一寡时间来看，因有拍一个影片来介绍家庭协谈中心因的即摆的状态，甲因即摆所做的代志，甲因的需要，咱来看即个影片吼。回想伫家协上课的日子，我真正是深深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大大充满伫我的生命中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家庭协谈中心的学员。我捌行过生命的山谷，
嘛捌陷入不治的陷阱内底。迄段时间，我甲囡仔的关系真紧张，嘛因为一寡的原因，对信仰有犹豫，互我有一段时间离开教会的聚会。伫调整的过程中，想到教会捌牵定过家协成长团体的课程，因为感觉家己需要有改变，就安尼进入自我生命探讨的时开始，伫家协中心的学习过程，每一节课拢真实用、真感动。伫团体中，阮会当放心讲出心内的话，彼此陪伴，彼此分担。老师的引带甲提醒，互我晓悟着家己时常用家己的角度来看待别人，这是自我需要改变的事。透过课程中的演练，互我更较明白，什么时阵需要听别人讲话，什么时阵爱清楚表达，嘛是婉转的拒绝。这个课程帮助我放下甲骄傲，伫上帝的面前真心确实顺服，互我慢慢走出幽魂，而且伫人际互动中有更较侪体贴甲包容，会当讲出合理的话语。每一档的课程，我拢积极参与，同学的扶持、鼓励，做伙学习，互我更较有勇气付出行动，做改变。但是伫破碎中被重建，是一段真无容易的生命历程。感谢上帝，伊奇妙的作为超过我所想的。我真心感受着上帝的疼，嘛愿意将这份被疼惜的恩典分享给更较侪人。因为文献教会杨牧师甲教会兄弟姊妹的关心，我搁转来教会，专心敬拜上帝。只要是会当服侍上帝的时间，我拢愿意尽力去做，真做主所欢喜的事。那行伫信仰中，我就哪有信心甲毋茫。即摆真感谢家庭协谈中心的邀请，互我录下这段感恩的分享。对我来讲是挑战，是学习，嘛是思念。愿上帝的恩典同款享受互你，多谢大家。无啊哈。这是咱咧看到，这是文献教会的一个姊妹吼，伊的生命见证啦吼，对破碎中间来学习，对破碎中间搁一届重新来了解家己，嘛了解要安怎甲人互动。啊，这相信是家协对咱真大的帮助哦，尤其是伫婚姻的状态，尤其是亲子的状态，尤其是人际关系的状态。哦，家协拢有开出一个课程吼，来帮助咱兄弟会当做伙来学习，做伙来做一个温暖的一个屏障吼，互咱伫遐当来恢复吼。所以咱会当来，若有即个课程的时间吼，咱嘛会当来邀请。你敢知家协会当有一届课程来咱教会讲课，会当邀请家协一届，嘿嘿嘿嘿，迄个时阵就当邀请家协来做一个整个教会的一个训练吼培训，我感觉迄拢足好诶吼，所以这拢是互咱足好诶资源。啊，伊嘛需要咱诶帮助吼，所以今仔日诶主日就会当接着交我讲台吼，甲大家分享即个讯息。嘛希望兄弟，咱诶兄弟姊妹，对咱诶家庭协作中心，来支持，来帮助，来为因代祷吼。好，咧进入讲道进前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阿爸天父，主感谢你，互阮知影是上帝是因带，透过做诶机构，透过做诶空间、时间，来恢复阮心灵受伤诶所在。主啊，求你看顾保守伫阮大桥教会诶兄弟姊妹，互因诶心灵拢有上帝平安之地。主啊，就亲像你进入耶路撒冷，听着迄只细细诶驴仔入城，来成做阮生命诶救赎甲安慰共款。主啊，透过今仔日经文，阮也要看过保罗伊安怎来服侍你，安怎用伊这短短诶生命来完成一个使命，成做上帝所使用诶这只驴仔。主感谢你，
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免。咱知影，伫无偌久之前，咱知影过国活节嘛吼，过国活节。伫国活节的进前吼，咱有中秋主日节。啊，这段经文呢，拢是咱中秋主日常常会讲到的经文吼。咱做伙来念好无？咱用华语的念吼，马太福音21章8到9节，来，请。也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，先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：“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。”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。何塞那就讲啊，拯救来啊，拯救来啊，拯救来啊！吼，中秋节吼，中秋节是代表啥物？中秋节是代表胜利。吼，咱若摕中秋节伫遐咧画。迄时阵是代表胜利，这是因中东吼的所在吼，常常在使用的一个战争了后得胜的象征。驴仔是谦卑，驴仔对因来讲，伊毋是战争在使用的，驴仔当然是做工课咧使用的嘛吼，遐磨啊，载物件载足重啊吼，尤其耶稣骑的即只驴仔。是一只对伫驴仔的伊的妈妈的边仔的细只驴仔，伊拢还袂载过物件，还袂载过人，伊啥物拢还袂服侍过，是即只驴仔。你看到这群众，每一个人拢甲伊的衫铺伫路仔顶，做迄个手机中秋节伫遐画，讲拯救我，拯救我，大笔的子孙。拯救我，拯救我，大笔的子孙。但咱嘛知影，伫即个欢呼的声音无偌久，吼，中秋主日节无偌久，就进入伫迄个受难周，吼，受难周。伫受难周的内底，吼，咱就看耶稣受难，耶稣顶十字架，耶稣互兵丁拍，耶稣互人滴迄个荆棘冠冕，耶稣互鞭拍，耶稣甚至顶死伫十字架顶，即群。伊愿得家欢呼，得家称赞的人，反倒转来甲因讲，甲耶稣讲啥？定伊十字架，定伊十字架。所以咱会当来思想吼，这个人的信仰，这些人的信仰，才会讲定伊十字架，定伊十字架，佮欢呼讲何塞那，何塞那，这个人，因的头脑停留伫啥物的状态？因内底所想的，因伫反映的，其实毋是一个谦卑用生命救赎咱的耶稣。因为即马咱知影嘛，咱透过经文，咱透过足侪的知识知影。但是迄个时代的因是在反映一个军事的首领，伊会当镇压罗马帝国。因期待的是，即个人，即个救赎者，伊会当有求必应。而且，镇压遐个罗马帝国，所以伫无了解内底，无了解内底，就会发生安尼的冲突吼，所以安尼冲突，这有时嘛反映伫咱的信仰内底啊吼。咱咧军队耶稣的时阵，咱咧要伊的是咱家己的代志，还是上帝国的建立？上帝国的建立。所以透过即个经文，这嘛是伫中秋主日吼，要安怎来接着咱的保罗正做主的细只驴仔经文的开始的介绍。先对中秋主日节来讲，即只细只驴仔，佮即个整个中秋主日节的意义，互咱来思考，互咱来思考，咱要安怎甲保罗共款？陪伴耶稣行入即个救赎的苦路，救赎的苦路。所以即个真紧一个转变，就转变到伫咱会当来思考的代志，咱的现代反思啦，现代反思，咱是粉丝还是军队者？咱就知影即摆年轻人就是粉丝嘛，粉丝用韩团来啊，K-pop 有迄个Black and Pink， 佮有迄个高雄足侪高雄足侪演唱会，即
这个寒流一开始的时阵，你会发现即个少年仔吼，伊毋管伊趁偌济钱，伊就甘愿摕3000、6000、5000去抢伊的演唱会的票，然后去遐，有无？有吼。吼，阮教会囡仔嘛是安尼啊，足伤脑筋的，而且拢是拜六拜日去，啊，你的囡仔就拢走去啊，足伤脑筋的，吼。但是你搁知这个团体，伊嘛是有年限呐，红一个3年5年，就搁无去啊。啊，这青少年嘛会大汉，啊，这现象就拢搁改变啊。所以咱嘛爱来做一个现代思考跟反省。迄个时代，耶稣迄个时代，遐个伫花的遐个人，甲即马嘛是搁出现着啊，用粉丝的心态。在追求一个伊希望的模样，伊会当互认同迄个帅又美的形象，伊要互认同伊有权力、有权威的形象。但是，敢有人真正愿意成做一个军队耶稣的军队者？军队者一定是无好做。你咧军队耶稣的过程内底，咱嘛看见，耶稣虽然会当行神迹，耶稣会当将遮个饼甲遮个5饼2鱼分互遮5000几个人食饱，伊会当做即个代志，但是伊却嘛是会受到人的侮辱，受到人的攻击，伊甚至伫侮辱甲攻击内底，互顶伫十字架。是迄种见笑的状态，伫即个状态内底，人敢阁有愿意跟对伊？这嘛是互咱思考的代志。粉丝甲军队者的差别，军队者的差别，这就是来互咱思考一下吼，互咱思考一下，伫即个耶稣入城的即个过程内底，咱的生命情景。是啥物吼？咱生命情景是啥物吼？啊，今日的经文，咱头拄会念着吼，这个是一个法庭吼，一个法院的状态吼。来，这是《使徒行传》25章2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经。亚基帕和百基尼大张威势而来，从这天主长和神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。宫廷，你看，迄个是一个法庭状态啦吼。亚基帕王吼，伊就是管理即个犹太地的即个王，叫做希律王哦。有听过希律王？对，伊是管理即个犹太全地。迄个时阵，因的面顶叫做罗马帝国吼，啊，因落来就是迄个殖民地吼。殖民地内底，伊交互即个叫亚基帕王吼，亚基帕王来管理。啊，伊是迄个法利赛人吼，一个支派吼，亚基帕，啊，伊嘛是希律的迄个子孙吼。亚基帕甲百尼基吼，大张声势而来吼，穿军袍啊，穿国王的袍子吼，啊，足威严的，甲足侪千夫长就惊你摆伫即个公会的会场内底坐咧，要升堂了吼。哇，这是一个真威严的一个状态。国王亲自来审判。来审判即个保罗，你保罗做啥物代志吼？做啥物代志？即个高高在上的王亚基帕，伊出身伫希律王朝。伫希律王朝，咱知影有一个概念哦，伊非常知影犹太人的传统，伊嘛知影犹太人所讲的遐个先知伊利沙、伊利亚要期待要来的弥赛亚安尼伊拢知影。徛伫边仔迄个。是罗马巡抚菲斯都，菲斯都是代表罗马政权，所以两边的政权拢伫迄个公会堂内底，咧审判一个互绑掉咧，身躯佫互拍到小可受伤的保罗，这是非常对比的一个模样。但是兄弟，你若伫迄个现场，你会感觉谁的势力较大？当然是，看起来是即个王的势力较大嘛吼，甲迄个菲斯都的势力较大吼，较大。
一个是坐伫宝座顶面的国王，一个是徛伫下骹，甚至跪伫下骹的犯人。但是，当保罗一开喙的时阵，迄个代志就转变了。保罗足厉害的代志是，伊拢无咧为家己辩解，伊拢敢若讲一件代志尔。伊开始做见证，伊安怎做见证？伊讲吼，这就是伊的见证。你若看《使徒行传》吼，对有保罗开始，第5章保罗出来开始，一直到即个《使徒行传》结束，伊拢甲所有人讲即个代志。伊讲的吼，字较细吼，毋过咱嘛做伙来念，好无来请。主啊，我在路上想你的时候，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。思念照着我，并与我同行的人，我们都伏倒在地。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死是哪个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你站着。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要指示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。从撒旦权柄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赦罪，和一切神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这个是保罗的开嘴的第一句话吼，伊就甲遮的王、遮的官长吼。伊无想讲我无罪啦，而且我的身份叫做罗马人呢，恁袂当安尼对待我。伊无，伊先讲伊拄着耶稣的见证，伊嘛讲出过去的我是伫犹太人的中间，伫压迫遮的基督徒的，但是因为即个事件，互我明白有一个救主。伊在呼召我，伊在引带我，伊互我一个使命，对林捌伊开始到传扬天国的福音，伊使用我成做即个器具。这个就是保罗，这个就是保罗。所以，伊往大马士的路顶，伊看见搁我的主，搁用。声，阁是希伯来文的声，甲伊讲：扫罗啊，扫罗啊，你为虾米压迫我？你为虾米压迫我？伫伊见证了后，伫即个保罗见证了后，伊讲出一个足关键的宣告伊安尼宣告即个就是宣告，这是保罗的信仰核心伊整个着迄个使徒行传内底有一个信仰核心，就是即个，安尼，咱做伙念好，亚基帕王啊！亚基帕王啊，我不是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我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对我感受到迄个大光请着我的目睭，我目睭强强要青眉，其实嘛青眉啊，摔落来时阵，对迄个异象开始到即马，我拢无违背迄个异象。迄是我保罗信仰的核心，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保罗毋是无拄着困难，伊拄着足侪困难，伊甚至是伫一个马耳他岛内底拄着船难，船拢破去，互海鹰安尼冲到岛上，搁互蛇夹着，伫这过程内底，伊有愿讲，我真正相信上帝。迄蛇阁是毒蛇，遐土人讲你会死，你就是迄个互咒诅的人。到尾仔，伊互蛇夹着了，嘛无死，人阁好好。这土主讲，哇，你是神，你是神。伊就是安尼，
拄着苦难的内底，伊拢顺服讲是啊，这是主的旨意，这是主的引带。所以伫即个时阵，即个阿基帕王，咱知影，咱想象这个概念啊，阿基帕王伊是对犹太人的历史甲犹太人的背景是清楚的哦，伊拢了解。阿基帕王听了后，听这保罗在讲这代志了后，阿基帕王心内其实有一个底，伊咧讲弥赛亚，即个保罗在讲弥赛亚。阿基帕王讲，来，换你们念来，请。你差一点就说服我了。再继续，你想教我一切，并叫我做基督徒吗？你差一点仔就甲我说服啊呢？哦，你差一点仔就甲我说服啊呢？一个王坐伫悬悬的座位顶，穿着华丽的华服，伊有权势，伊嘛听有保罗所讲的一切。伊知影这个先知的预言，伊知影弥赛亚的愿望，伊知影这嘛是上帝有备的时间到了，伊感受到迄个真理的开力。但是，伊差一点仔尔，伊无起来军队，伊停伫一个足危险的位置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哇，差一点我就洗礼了，差一点。我差一点，我就要答应这个教会的事工服事了，差一点。所以保罗继续咧甲伊讲，继续甲伊回应。保罗甲伊讲，无论是少劝的，无论是多劝的，我都向上帝祈求，不但是你一个人，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，都要像我一样，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。保罗的期待是，我知影你听有啊，我知影你嘛了解啊。我上帝要求的，毋是你阿基帕王了解尔，你会当听我，甲我共款。我嘛爱求的是，你毋免像我安尼互绑掉的，锁链绑掉的，遮尔啊重担。你只要相信，这个上帝就要互你无共款的境界，无共款的境界。所以我较讲保罗足奇怪，伊无咧讲我是罗马人来，你袂当安尼甲我用。我有啥物权柄呢？我上遐搁有势力，我有遮人脉无？伊敢若讲耶稣基督甲我讲即件代志，我一定要甲你讲互清楚，你嘛知影诶。所以这足宝贵，对一个互困绑的人的喙内底。毋是咧关心我等一下会互安怎无，伊敢若关心一件代志，恁遮的人有得救啊袂？你们得救了吗？这个是保罗的心啦，这是保罗的心。保罗的心，希望万人拢会当得救，认捌耶稣基督。所以咱听这个画面咱要切换时空切换到棕树主日，耶稣要入城的迄个时阵，有一只细细的女仔囝咧甲伊服侍。来，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1章5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，来，一起来念，来，请。看哪，一个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他是承载耶稣的骑着驴驹子。你若看无共版本的对照，伊会发现这驴驹子其实就是一个伊的妈妈一个驴仔，大只驴仔带伊，伊就是写细只驴仔，耶稣坐是迄只细只驴仔。这只驴仔伊无名，嘛无地位咱记载就知影伊是一个驴仔囝尔嘛，伊无名。但是伊有一个足特别的特色，伊载耶稣。他承载耶稣，他带着耶稣走那一段对耶路撒冷城一个城门行入来的一段路，短短的一段，伊载伊安尼行。虽然咱知影这个圣经无记载伊的名啦，但是这有一个冷笑话，伊有一个名啦，
应该知影这只驴仔叫什么名？伊载耶稣嘛，嘿，他载着耶稣，嘿，他有名字2个字，猜猜看，债主还有没有？债主还有没有？啊，毛驴，我有一只小毛驴。好，他有一个名字，耶稣是神嘛，嘿，你若这是神嘛，吼，神兽坐骑啊，神骑什么？对，对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我们都是神的宝贝。伊的名叫做宝贝，其实嘛是咱是不是爱承载耶稣？是不是？咱是不是要服侍耶稣？我们是不是要陪他走那一段路？其实伊的名叫做宝贝，哦，神奇宝贝我们要被骑嘛，但是我们是在他心目中的宝贝，哦，这个是冷笑话，这是我在华语堂才会这样讲啊，哎呀，跟你分享一个啦吼，所以伊的价值无阁是伊家己，因为伊的价值是在地，伊会当甲即个上帝载起来，陪上帝，互上帝使用一段路，一段短短的路。所以咱来看伊甲保罗的对比啦，其实因2个小可共款。保罗，咱看伊对接受呼召开始，就完全的顺服啊。保罗因阵是大经学士呢，保罗一出场是足嚣摆的呢。伊讲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呢，我师承加百列，就是现在的哈佛常春藤大学呢。我师承这个呢，我以后是走政治路途，有可能我会当成一个总理的呢。但是，因为大光照在我脸上，我没办法，我知道上帝给我的使命，上帝给伊的使命，伊顺服这个呼召，这个呼召叫做宣扬耶稣基督，这个呼召，互伊用伊的一生归荣耀给上帝。咱看这只小只驴仔，这只宝贝，伊嘛是啊，伊根本就毋知影伊要发生什么代志，就有使徒来讲啊，这只驴仔敢会当借阮用一个吼，有主要来使用伊入城吼。这驴仔突然讲好啦，你牵去啦吼。驴仔嘛毋知，咱讲谦卑，其实伊拢毋知啦，伊就戆戆嘛毋知安怎。伫伊毋知影情境内底，伊就互主使用啊。伊载着耶稣，行这段进入耶路撒冷苦路的城的开始。伊嘛象征旧约，迄个君王救赎的君王是骑着驴仔囝要入城的。所以因这保罗甲这小只驴仔，因拢无违背迄个对天顶落来的意象，拢是在承载耶稣。因拢在陪耶稣行这段路，我相信咱的兄弟嘛是在陪耶稣行这段路。每一个服侍主的人，拢是在陪耶稣行这段路。所以他无去甲你边讲，你真的是宝贝，你真的是宝贝。我要说真的，我们真的都是宝贝，我们愿意承载着走这一段路。每一段都非常的珍贵，就珍贵的，珍贵的。但就是有一个可惜的人啊，迄个人就明明知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的，阿基帕奥，这个经文内底上可惜的一个人，伊坐伫官位顶面，伊嘛知影这个真理，伊嘛知影对先知古早旧约起来记载，伊拢读过，因为伊是迄个王朝的人。伊绝对有读过摩西五经，伊非常了解。伊嘛互保罗讲甲对啊，这就是弥赛亚要来啊。但伊兄弟差一点啊，我差一点就相信了，我差一点就成为基督徒了，差一点点。有时阵，
有时阵咱嘛会亲自插一点点内底啊，有无吼？有时阵咱嘛会啊吼。咱若伫较软弱的时阵吼，我会差一点点就愿意交托来承接这样的事情。我差一点点，我就愿意顺服到底。我差一点点，我就愿意让主真的掌权。我差一点点。所以这信用吼，粉丝跟跟随者差别的是这，粉丝跟跟随者就在这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所以今仔日咱来主咧敲吹，毋是在看闹热吼，食米粉花烧的这群众，伊在吹就是愿意在伊做伙行入耶路撒冷城。这条路真正无长，因为咱的服侍无一定是时间性，时间无一定是长是短，但是一定是无长的。伫这个短短时间，你敢愿意交托、顺服来承接这个短短的一个路程，互咱会当承接耶稣，互伊成做咱生命的主。生命的主，所以咱嘛做伙来回应啦吼，咱做伙来念这段，好无？你用华语念来，请。我愿意成为你的小鱼，不求自己的荣耀，只愿承载你的同在，不走自己的道路，只愿顺服你的呼召，使人因着我们看见主耶稣。使人因着我们看见主耶稣，这句话就是重点。不管你站在，不管咱徛伫什么款的状态，不管咱徛伫什么款的环境，不管咱徛伫什么款的角色，互咱因为，互别人因为咱，互这无实在耶稣基督人因为咱看见主耶稣。我知影咱逐个教会嘛有真多，不管是音乐的活动，是夏令营的活动，是课辅班的活动吼，咱拢咧做这个代志，吼，所以。搁一个甲你的边仔讲，你真的是宝贝，你真的是宝贝。我们愿意陪着，载着，不是陪着，是载着，载着是很重的，载着耶稣走这一段路。也希望哈，如果我们心中还有那差一点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从粉丝哦，那对粉丝转化做一个跟随者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阿爸爸上帝主感谢你，主啊，你互阮知影保罗的心意。伊原本会当行伫即个世间人看做真好、真请赢的模样，但因为你的大光照伫伊的心内，互伊了解有一个更较大的使命，就是伊爱载着耶稣基督来完成迄个传福音，完成迄个你交代伊的使命。就亲像耶稣入城的时阵，伊所徛的迄只细只驴仔囝。主啊，即摆阮也知影即件代志，但是主求你帮助阮，阮无像阿基帕王安尼，我差一点仔就爱去做，是互阮会当讲主啊，我愿意，我谦卑落来，我将耶稣载咧，我愿意去做你使命的事工。伫教会服侍，伫陪伴主行这段路的过程，上帝，我知，阮毋只是在辛苦付出，更加重要的是，你看阮做宝贝，你看阮做宝贝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免。是咱三甲来唱回应诗，圣诗22首，主上帝正手，听起立金泉手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侪，但即时咱来做有备心来做奉献。即时咱来做念奉献宣告，主祷文、祈祷文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本心，分配我的性命。我相信奉献实在是用丰收的种子。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。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力赐福我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时我来消息报告，请咱看咱的主报。本主日是加世主日，感谢中华路教会李佩玲牧师全拢来遮，咱拍拍甲欢迎一下。咱礼拜三11点，咱小港幼儿园要举行新老病院的卫教讲座吼，主题是病人自主预立医疗吼。讲师是陈之君护理师，咱的地点是23楼，所以等下咱若做礼拜四，咱就是当家就好，免个就是到楼下去，我们就在这边。你1楼咱有迄个爱心的志工吼，伫遐咧准备迄个中餐吼，所以咱老婆当3楼就会使。第二，咱迄个台中会中级联谊会吼，伫迄个5月29甲30要举办台中2日游吼，报名到5月初7拜4节至，这个费用有较悬一点吼。如果若真正要参加，因为我有看过内容吼，还不错啦。若要参加时，请咱咱的小长老来报名。第3点，咱伫5月17上午11点半吼，要召开第2届的中级会，请咱中级同工准时来参加。第4点，咱这段时间就是4月到6月时阵，吴伟渊牧师伊是休假，所以现在如果你若有是重要的代志，咱会当来联络咱的第2长老，就是小长老，也是我本人吼。咱就部内底有迄个电话，好，以上。煞只咱来读今仔日本周的经句，马太福音21章5节，咱台语甲华语做伙读一解。你的王该像你，温柔可听牛，甲牛所生的牛。看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
是温柔的，又吃得起的，就是许。马太福音21章5节。咱奉献的部分也请咱家己注意来看，如果有问题，咱会计部来订正。咱请小长老来补充报告。感谢平安。咱今仔看到吕牧师，咱真熟吼。因为中华路即马咧建档，所以咱的吕牧师吼，伊压力足大吼。我顶下有讲吼，伊较早来是足碰皮吼，后来吼来，真正嘿，顶下我讲甲查遮者足明显吼。所以安尼可见伊伫建档中间，咱的牧师压力足大。伊爱查验的代志非常的济吼。愿上帝祝福保守你的身体爱健康，嘿吼，感谢主吼。咱等下吼，咱等下伫隔壁，遮结束了伫隔壁刷一个骹步过尔吼，咱会当互相交易吼，因为咱足少会当逐个吼，会当逐个做伙交易，所以咱咧把握咱即个咱是主的宝贝吼，咱做来交易吼。遐有咖啡吼，咱的姊妹伫楼骹拢用好势，等下捧起来吼，阁有点心吼。阁有一项代志吼，我要讲吼，小华姐我毋是故意的吼，我是要做提片。因为小华姐伊在伊牵乌多摆小去跋倒，伊乌多摆较重。我要提片吼，是讲咱吼，尤其是姊妹咧牵乌多摆较细腻的，会当慢慢毋免急吼。所以伊有迄个皮肉伤吼，我足歹势哈，我知影你足低调。因为我必须提醒咱，因为咱的教会姊妹非常的多，拢是骑多摆来吼。咱的因为女孩子的体型会比较小，多摆你若125还是190，伊的分量都比较重，所以我咧呼吁咱若是不管是兄弟也好姊妹相共，因为我们都是有上了50岁、60岁以上的哈，很多。咱要特别注意咱的牵多摆的姿势吼，莫忘戆咱。咱看也无要紧，无差的毋免赶，来做礼拜，上帝要保守你出入拢平安哈。我报告到遮。这时是咱讲道的时间。我要邀请兄弟同齐为着咱教会，较无上帝的心来祈祷，为教会同工彼此相挺合一来祈祷。伫无牧者期间，我们不是空窗期吼，咱是主上帝亲自来牧养教会的时期，咱搁较需要勤读圣经、祈祷，甲主同行，也请咱同心同齐开声来祈祷。再天父，感谢你，这段时间会帮命带领吼。虽然我这个可能是福音，但是主啊，我在你教会这个我觉得是可惜。哈利路亚！至圣至尊的天父上帝，伫圣的主日，阮同齐来到你的面前，抱着敬畏甲感恩的心来敬拜你、仰望你。过去的年日，你总是保守甲带领，互阮无论是伫家庭、工课、肉体上，你的恩典时时刻刻教导阮用，阮献上感谢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将阮的心门拍开，愿你的灵自由运行伫阮中间，互阮领受你的话语，互阮伫敬拜当中真实来拄着你，伫彼此的相挺，经历着主你的同在，哈利路亚！亲爱的主啊，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，虽然教会暂时无牧者做带领，阮相信你有缘掌权。主啊，求你复兴带着教会，互阮的心无冷淡，反倒愈来愈靠无你。求你重新点着属灵的火，光来照阮，洁净阮的心思意念。伫无牧者的时，你就是阮的牧者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你是阮性命的开力，引带阮行一生道路的保护者，帮助阮照着今仔日的服侍，有一份的感动，伫牧者的讲道中领受你的真理，
看见你话语中的美好。今仔日也是假期的主日，是你小使阮有听的所在，也是学习彼此相听、彼此赦免的家庭。基督是阮斗之主，要成做阮的祝福，也要互阮成做你荣耀的见证。哈利路亚！愿安尼感谢基督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赢的信息402首，恳求主你因带我脚步，请咱起立因全首。金丝线，请林牧师祝福祈祷。祝福，愿主耶稣的圣神充满伫大桥教会兄弟的心上，互因知影，虽然伫这段时间，上帝伫阮的身边，虽然无牧者，但有上帝的光照，互因知影是上帝亲自甲因同在，行伫上帝所保护的道路顶面。主啊，你也要有备一个超越因想象的带领者。是你亲自所拣选伫因的中间，帮赞因、扶持因，互因知影上帝因带的确要互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慈悲上帝的疼痛、信心同在的大开力，充满伫大桥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互阮知影你是真国活的上帝。同在伫你所同在的教会，安尼祝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